剛才看這肉粽節真濟人出去佚佗，不管去到倒位，人攏是吵吵吵。這個花蓮石門沙步道，就因為附近攏無車位，這紅線違規，車是停幾排。因為台東是有所在觀光地圖攏無換新，結果到位啊，煞攏完全變款。5日節連續假期最後一日，也毋過花蓮縣中華公路石門山步道景觀也是一日大量車陣，有未少駕駛人找不到停車位，就將車停至入口公路路徑紅線頂，影響用路人安全。警員接到報案去現場公布，各處地違停車輛。我要開始開單了。新山警分局針對違規停車行為加強取締，並於重點時段及易擁塞路段持續執行交通疏導勤務，以維護交通秩序及行車安全。台東地區的旅遊景點，當年攏有10萬外人次旅遊的。台東市海濱公園5日節連假有遊客發現導覽地圖老舊，消息阿門傾甲別60無人會館拍卡景點，也表示佇地圖上無換新，到現場才發現，甲導覽圖無同款，有淡薄失望。現在的那個地標是符合的，這樣不能就是不一樣。就是我們更知道來的時候會看到些什麼，跟小朋友在事前的預告的時候，也可以做得更完整。海濱公園分別由台東市公所甲縣府管理，後來旅遊大季都要到啊。縣府甲市公所表示，會盤點各地景點，老舊的導覽地圖會來換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